嗱，講起嗰件事啊，都係發生喺1987年嘅夏天，嗰年熱得離譜，西關啲石屎路曬到窿，踩上去鞋底都好似黐住咁。恩寧路嗰排記樓底下，日頭一照，鹽影就縮成一條線，瘦瘦長長嘅，啲街坊個個攞住把葵扇，坐喺門口嘅矮凳上，扇嚟扇去都係熱風，空氣入面有股味，係曬燶咗嘅地拖水、隔夜餸同埋巷尾嗰間涼茶鋪倒出嚟嘅惡渣溝埋一齊，釀出一種舊城先至有嘅翳焗又黏膩嘅氣味。我嗰陣28歲啦，喺嗰個年代28歲未嫁，已經算係老姑婆啦。阿媽成日喺耳邊攞話邊個邊個嘅女嫁咗，邊個邊個又抱孫啦，我到我頭都大。嗰日下晝佢又喺度講嘅係梁太嘅侄仔，話人哋喺上下九開電器鋪，後生有為，有車有樓，橫睇掂睇都係一枝好鰍。阿媽講得口沫橫飛，我坐喺燙籠門邊，手上面揸住半陳皮，就咁搓來搓去。陳皮係舊年冬至自己曬嘅，曬得唔係幾好，邊角起咗啲霉斑。阿媽話要撇咗佢，我冇聽，就係貪佢嗰陣金金地，又帶啲濕嘅氣味，搓喺手指罅入面，黐黐立立，有種講唔出嘅實在感。阿媽言冇應，又加重語氣，聽日下晝3點，陶陶居3號房，人哋特登約架，你唔好又話唔得間，唔好又搞啲大頭佛出嚟啊！我望住天井角嗰棵雞蛋花樹，樹上掛住一隻塑膠風箏，唔知邊個細路放上嚟嘅，掛咗成半個月，風吹雨淋，啲顏色褪到好似死人塊面咁，灰白灰白，吊吊揈。我冇答阿媽，淨係將陣皮菜反入褲袋，手指公同食指上面留低2沓烙印，黐黐立立，好似沾住咗一啲唔應該沾嘅嘢。第二日我出門之前，特登揀咗一件洗到發白嘅碎花衫，一條灰乎乎嘅闊腳褲，對白布鞋頭都磨穿咗。我冇化妝，冇搽面油，甚至喺灶頭捽咗一笪灰，撻喺眼角，對住塊爛咗一笪嘅鏡睇咗睇，入面個人黃鉗鉗、殘當當，成個擔泥婆咁。我諗咁樣去，就算佢係皇帝仔都冇癮啦。出門口嗰陣，經過樓下涼茶鋪，黃伯坐喺門口剝花生，而我經過，擘大眼望咗我一陣，搖搖頭，話：阿敏，你又同你阿媽鬥氣啊？我冇答，笑咗笑，行咗入恩寧路嗰條窄巷，巷入面有隻花矛蹲喺垃圾桶盒上面舐爪。我經過嘅時候，佢抬頭望咗我一眼，對眼綠盈盈嘅，望到我心入面有啲發毛。我冇停低，一直行，陶陶居喺第10苦路，行路大概要20分鐘。我行得好慢，一路睇路邊啲嘢，睇記樓底下肉雞公欖嘅阿婆，睇巷口2個細路爭一粒波子，睇地上嘅街磚罅入面生出嚟嘅青苔。我行到陶陶居門口嘅時候，已經3點過咗10分啦。我企喺門口望咗一陣，棟樓係舊式記樓，外牆嘅批蕩剝落咗一大片，露出入面嘅公磚。3樓左邊第3指窗，窗門閂埋咗，簾拉埋咗，乜都睇唔到。我上樓梯，腳踩喺木樓級上面，發出吱呀嘅聲。2樓有伙計托住籠點心行過，同我打咗個照面，笑住話：小姐，幾位啊？我話3號房。伙計指一指走廊盡頭，直行轉左。我行過去，企喺3號房門口，門係實木嘅，上面雕住一啲花鳥圖案，漆面已經暗啞咗，有啲地方剝咗皮，露出木紋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推門，房入面有個人企喺窗邊，背住門口。佢着住一件深灰色嘅中山裝，料好正，剪裁企理，頭髮梳得貼貼服服，個背影好直，唔似做生意嘅，似教書先生多啲。佢聽到門聲，轉過身嚟，我睇到佢塊面嘅時候，腦入面轟一聲，好似有石砸落水塘底。佢塊面係生嘅，我從嚟冇見過。40歲上下，眉眼端正，鼻梁又高又直，嘴角微微翹起，帶住一點溫和嘅笑意。但係佢對眼，我見過，喺一張相上面見過。嗰張相我收埋喺書桌最底嗰格，及喺一本舊黃曆入面。相入面有個後生仔，企喺珠江邊，風吹起佢嘅頭髮，露出額頭上面一道尖尖嘅疤。佢對眼就係呢對眼，望住我，好似望住一幅掛咗好多年嘅畫。我企喺門口，成個人硬晒，後腰頂住門框，生勾勾嘅痛。佢行前2步，
喺一步遠嘅地方停低，從頭到腳打量我，最後對眼停喺我塊面上面，笑咗。嗰個笑容好輕好淡，好似怕大聲啲就會驚走啲乜嘢咁。佢話：你終於嚟啦！我把聲好似俾人捏住咁，一個字都吐唔出。佢又行前半步，抬起手，將我額角一攝碎髮撥到耳後，手指公衝我鬢邊擦過，涼浸浸嘅，似啱啱喺井水入面撈上嚟。佢望住我，把聲好輕：我等你，等咗好多年啦。嗰一刻，窗外面3點鐘嘅日頭曬到正，琉璃瓦反射出白花花嘅光，成條街都熱辣辣。但係我企喺嗰間房入面，覺得成個身喺度往下沉，沉落一個又黑又凍嘅窿。我忽然諗起阿爸臨走嗰晚，佢拉住我隻手，嘴唇喐動，講咗一句我嗰陣聽唔明嘅話。佢話：敏敏，唔好去陶陶居啊。嗰陣我淨係以為阿爸燒到懵咗，講胡話。但係而家我企喺度望住面前呢個男人，我先至明阿爸講嘅係真嘅。我唔應該嚟，但係我已經嚟咗。佢對眼望住我，好似望住一個等咗好耐嘅人。我企喺門口，後腰頂住門框，成個人硬晒，一個字都講唔出。我企喺門口，後腰頂住門框，生勾勾地痛，成個人好似俾人點咗穴咁，硬咗喺度，腦入面一片空白。淨係得佢嗰句等咗好多年喺入面撞來撞去，撞到我耳膜嗡嗡聲。佢見我冇反應，又笑咗一下，側咗側身，讓出半邊台面，話：坐低先啦，企喺度做乜？把聲好溫和，似同老朋友傾偈，一啲都唔似第一次見面。我個身好似有自己意志咁，竟然行前2步，坐咗喺佢對面嘅酸枝椅上面，椅面涼浸浸嘅，透過條灰褲滲上嚟。凍到我打個尿震。佢拎起茶壺，斟咗一杯，推到我面前。白瓷盞入面茶燙呈黃，浮住幾片茶葉，香氣裊裊，係鐵觀音。我低頭望住杯茶，冇喐。佢自己又斟一杯，端起來呷咗一啖，放下，話：我姓梁，梁炳文。你阿媽應該同你講過。我起頭望住佢，把聲終於穩返少少。梁太個侄仔？係。佢點下頭，你識唔識我？佢望住我，眼神好平靜，好似望住一幅掛咗好耐嘅畫。話：識。你叫鄭敏敏，住恩寧路12號，門口有棵雞蛋花樹。你阿爸叫鄭廣福，以前喺大沙頭碼頭做搬運。你阿媽叫何月蘭，喺街口肉鍋艇仔粥。佢講得啱晒，但係呢啲嘢隨便一個街坊都講得出，算唔得乜。我由褲袋摸出嗰張黑白相，拍喺台面，相片邊角已經捲咗，入面嗰個後生仔企喺珠江邊，風吹起頭髮，額頭一道淺疤。我把聲壓得低低地，呢張相係我阿爸嘅。你點解佢有同一張？佢低頭望咗眼張相，冇伸手去攞，目光喺上面停咗幾秒，起頭話：因為張相係我俾你阿爸嘅。我拎住。1979年立秋，大沙頭碼頭，我同你阿爸喺嗰度見過一面。當時我身上冇紙筆，就俾咗張相佢，話若果有一日佢個女有咩事，可以揾我。佢講得好平淡，好似講緊尋日買餸咁，但係佢冇揾過我。一直到前2個月，佢過身之前，託梁太傳話佢個女仲未嫁，問我仲記唔記得當年嘅約定。約定？我把聲有啲啞，佢冇直接答，轉頭望咗眼窗外，陽光曬喺琉璃瓦上面，一片金輪，幾隻麻雀喺檐下跳來跳去。佢望咗一陣，轉反頭話：你阿爸冇同你講？講咩？講佢以前做嘅嗰單事。我攢緊咗手裏嘅相片，邊角落住掌心，有啲痛。阿爸最後嗰幾個月嘅畫面衝上嚟，佢瘦到成把柴，攤喺床上，對眼擘得好大，望住天花板，嘴入面含含糊糊講啲我聽唔明嘅話。阿媽話係病懵咗，但我偶爾挨埋去聽，覺得佢好似係同緊乜嘢人道歉。梁炳文把聲低咗落去，好似經隔長有意。1979年嗰年，你阿爸喺大沙頭碼頭上夜班，有一晚佢喺江邊執到一箱嘢，我冇出聲，等佢講落去。嗰箱嘢係從一艘小艇上面跌落水嘅。
艇上冇人，得個箱浮喺水邊。你阿爸叫開嚟睇，入面係一紮紮銀紙同一封信。佢停咗一停，剪，你阿爸交咗上街道辦，但係封信佢留起咗。我呢幾年斷斷續續聽阿媽提起過，話阿爸後生嗰陣執過一筆錢，交咗工，街辦仲貼咗張表揚信喺居委會門口，但阿媽從來冇講過有信，封信係寫俾我嘅。梁炳文話嗰年我出咗事，急需一筆錢，託人用艇運過嚟，結果中途艇翻咗，箱沉咗落水。我本來以為冇希望，點知你阿爸執到，交咗上去，錢最後念轉到咗我手上，但係封信你阿爸冇交。佢頓一讀，把聲更輕，因為封信上面寫住一啲唔應該俾人睇到嘅嘢。我腦入面亂晒，阿爸走之前嗰排，成日攞住個舊鐵盒翻來翻去，入面裝住各種單據證件，我冇仔細睇過。阿爸走咗之後，個鐵盒俾阿媽收埋咗，唔知放咗去邊。封信呢？我問。梁炳文搖頭，我唔知。我估你阿爸燒咗，但係唔緊要。封信裏面嘅內容我記得。佢挨前咗少少，離我近咗。我聞佢身上有陣好淡嘅味，似舊書葉同樟木混埋一齊，冷冷地，唔似生人身上應該有嘅味。你阿爸當年執到嗰箱嘢，唔係偶然。佢話係有人特意擺喺嗰度，等你阿爸去執。嗰個人算準咗你阿爸嗰晚值夜班，算準咗水流方向，算準咗所有嘢。佢要你阿爸做一件事，將封信交俾我，但係你阿爸冇交，佢留起咗。於是嗰個人就係寫信俾我嗰個人，佢等咗好多年，等到你阿爸老咗病咗，等到我返嚟，等到今日。佢講完，挨反椅背，端起杯茶喝一啖，神色平靜到有啲唔正常，好似講緊報紙上面一閃寫繪新聞。我坐喺對面，覺得後背一陣一陣發寒。窗外面陽光仲係咁猛，樓下傳來小販肉雞公欖，有辣有唔辣嘅吆喝聲，熱鬧到不得了。但呢間3號房入面，冷到似入咗冬。我忽然諗起一件事，阿爸走嗰晚，我守夜，挨住床邊打咗個瞌，醒嘅時候睇見阿媽企喺床邊，手上面揸住一個舊信封，發呆。我問佢係乜嘢，佢慌慌失失將信封塞入衫袋，話冇嘢。第二日佢執嘢，我再冇見過嗰個信封。你阿媽？梁炳文好似睇穿咗我心入面諗乜，放下茶杯，可能知啲嘢。佢冇同你講，係因為佢驚咩？驚嗰個人。佢望住我，眼神入面第一次露出啲唔同嘅嘢，唔係溫和，而係一種好深好沉，睇唔清嘅情緒。嗰個人，你阿爸識，你阿媽都識。佢等咗咁多年，就等你出現。我猛地企起身，椅腳喺地下刮出好刺耳一聲，成個人喺度震，手指尖都凍晒。我望住面前呢個男人，覺得佢講嘅每一個字都似鐵釘，一下一下敲入我骨頭罅入面。我喉嚨發緊，問咗一句連我自己都覺得黐線嘅話：你究竟係人定係鬼？梁炳文冇答，佢微微側過頭，等窗外嘅光斜斜照落佢半邊面。我跟住佢嘅視線望落地，佢個影頭喺地下，薄薄地，淡淡地，邊緣模糊，似用鉛筆畫上去嘅。風吹一吹就要散，個影得半截，由腳踭開始往上係空嘅，好似俾人攔腰剪斷咗。我低頭睇自己閣下，我個影容黑而實在，托喺地上一大團，兩個影並排，一個實，一個虛，一個完整，一個殘缺。我喉嚨入面好似哽住一嘢，吞唔落，吐唔出。梁炳文順着我嘅視線望咗一眼自己個影，笑咗。嗰個笑容裏面冇尷尬，冇驚慌，甚至冇這事嘅意圖。佢只係笑咗笑，將台面茶壺盒掀開睇咗睇，又冚返。你今日嚟之前，佢話你阿媽有冇同你講我做咩生意㗎？我搖頭，阿媽淨係話梁太個侄仔做電器批發，有鋪頭，其他一概冇提。梁炳文企起身，將中山裝嘅衫掠平，望住我，把聲好輕，我唔做電器批發。我喺長壽路開咗間鋪，玉紙紮嘅。
浴咗20年，鋪入面靜到得返香灰跌落嘅聲。我企喺3號房中央，覺得成個世界都歪咗。窗外面嘅日頭，樓下面嘅叫肉，台面嘅蝦餃燒賣，所有嘢都冇變，但係隔住一層厚厚嘅水，模模糊糊，似遠船近。我望住梁炳文，望住佢額角嗰條疤，望住地下嗰半截影，我諗起阿爸臨尾嗰句唔好去陶陶居。原來佢早就知，佢早就知佢有今日，但係佢攔唔住我，又或者佢根本唔想攔我。你等咗好多年，我把聲好細，似講俾自己聽，究竟等緊乜嘢？梁炳文行到窗邊，推開半扇窗，街下面嘅聲浪衝咗入嚟，禪車鈴、小販叫肉、細路追鬧，全部混埋一齊。佢望住樓下，背住我話：我等你係因為你阿爸封信入面有一句粵話係寫俾我嘅。咩話？佢轉過頭，窗外面嘅光打喺佢半邊面上面，另外半邊沉喺暗處。佢嘴唇動咗動，把聲低到幾乎聽唔見。佢話：若有一日我個女有事，你帶佢去河邊。陶陶居3號房入面靜到落針可聞。佢嗰句帶佢去河邊，好似一粒石子砸入心潭，漣漪一圈一圈散開去，散到我心入面每一個角落。我企喺原地，後尾枕一陣陣發麻。阿爸封信入面寫千祈唔好信任何人，包括梁生。轉頭又託梁生帶我去河邊，呢兩件事打對面，點都講唔通。除非阿爸寫封信嗰陣已經被人睇住，佢唔敢寫得太過直白，只好用呢種自相矛盾嘅粵話嚟傳遞一啲真正嘅意思。河邊，我開口，把聲有啲乾。邊條河？珠江？定係涌邊？梁炳文將窗關反一半，轉身行返埋台前，坐低。佢手指喺台面輕輕敲咗2下，篤篤篤篤，好似喺度度時間。你阿爸冇講清楚，但係佢留低咗一樣嘢俾我。佢由衫袋摸出一張折得四四方方嘅紙，攤開，推到我面前。係一張手繪地圖，紙已經發黃，折痕深到幾乎裂開，上面用鉛筆畫出幾條彎彎曲曲嘅線，標住大沙頭河旁街白鵝潭幾個地名，線條旁邊有細字備注，字跡細細粒，但係我一眼就認出係阿爸嘅筆跡。圖嘅右下角畫咗一個圓圈，圓圈入面寫住2個字：石腳。石腳。我頭望住梁炳文，西關舊時嘅叫法。佢話：而家應該叫623路嗰頭，近住黃沙一帶。舊陣時嗰度有好多石砌嘅碼頭台階，落潮嗰陣佢露出嚟，啲人叫石腳。你阿爸話呢個圓圈應該就係佢想我帶你去嘅地方。我低頭睇住張地圖，手指沿住鉛筆線慢慢劃過去。阿爸嘅字我識咗20幾年，佢寫嘢有個習慣，但凡重要嘅字，落筆攰特別重，喺紙背留低凹痕。我反過嚟睇，果然石腳2個字嘅背面有深深嘅壓痕，凹到幾乎穿紙。你阿爸當年執到嗰箱嘢，梁炳文話就係喺石腳附近。我起頭，你點知？因為我當年沉船嘅位置就係喺嗰度。佢把聲平平板板。我託人運剪過嚟，小艇由白鵝潭方向出，經過石角嘅時候翻咗，箱沉咗落去，後來俾你阿爸執到。你阿爸話呢個圈就係話俾我知，佢想我帶你去嘅地方就係嗰度。我望住張地圖，又望住梁炳文，佢坐喺對面，神色如常，雙手交疊放喺台面，手指修長乾淨，唔似做指責嘅人，但係地下嗰半截影同佢身上陣舊書手嘅氣味，時時刻刻提醒我呢個人唔揀禪，幾時虛。我問梁炳文，望咗眼窗外嘅天色，日頭已經開始西斜，光線由金黃變成骨紅，拖得長長嘅影斜斜切過騎樓嘅檐角。今晚佢話7月14子時，我心頭一緊。7月14，我今朝出門之前睇過黃曆，阿爸喺嗰日畫咗個圈，旁邊寫住河邊2個字。原來佢唔係話我知要小心，而係話我知呢一日要去。點解一定要今晚？梁炳文冇即刻答，佢由台面嗰籠燒肉入面夾起一件，放喺嘴入面慢慢嚼，吞咗先開口。因為嗰個人
每年7月14都會去石腳。佢要去睇一樣嘢。睇咩？睇封信仲喺唔喺度？我拎住信，阿爸封信唔係燒咗咩？歐伊都話阿爸將封信換過，撕咗，點解仲有信喺石腳？梁炳文好似睇穿我嘅疑惑，話你阿爸當年換咗封信，將原本嗰封藏起咗，藏咗喺石角某條石罅入面。佢唔敢燒，因為封信入面有嗰個人要嘅嘢，嗰批銅錢嘅泥路。佢如果燒咗，嗰個人就永遠揾唔到線索，佢一直纏住佢。佢如果交出去，又會害死歐伊，所以佢選擇藏起嚟，藏喺一個冇人知嘅地方。但係佢話俾你知。梁炳文點下頭，佢臨終之前託人帶咗口信俾我，話石腳嘅信要喺7月14子時之前攞走，因為嗰個人每年呢一晚都會去檢查封信仲喺唔喺度。如果佢發現封信冇咗，就會知有人喐過。但係如果佢發現封信仲喺度，佢就會繼續等，等到佢覺得時機成熟嘅一日。我讚住張地圖，指節發白，即係話我阿爸呢10幾年一直都係用封信做利，吊住嗰個人。係。梁炳文望住我，眼神入面有啲我睇唔明嘅嘢。你阿爸係一個好好嘅獵人，佢用自己條命做利，吊咗10幾年，而家佢走咗，個利要換人。我腦入面轟一聲，換人？換邊個？佢要我去石腳，我把聲有啲震，係要我去做你？梁炳文沉默咗一陣，鋪外面嘅走廊傳來伙計行過嘅腳步聲，由遠而近，又由近而遠，最後消失喺樓梯口。佢等到腳步聲完全冇咗，先開口：你阿爸封信入面寫千祈唔好信任何人，包括我。但係佢同時寫帶佢去河邊。呢兩句加埋，意思係你可以信我，帶你去河邊，但去到之後，你唔好信我講嘅任何嘢，你要自己睇，自己判斷。我望住佢，覺得呢個人講嘢繞來繞去，好似一嚿自埋嘅麻繩，越扯越亂。但係有一件事我越來越清楚，阿爸留低嘅嘢比我想象中多好多。佢唔單止留低一封信、一張相，佢留低成個局，一個設咗10幾年嘅局。我同你去。我話。梁炳文望住我，望咗好耐，然後點咗一下頭，乜都冇講。佢企起身，將台面濃點心原封不動留喺度，只係攞走咗張地圖，折好，放入衫袋，行到門口。佢轉過頭話：今晚12點，恩寧路街口，我等你。然後佢拉開門，行咗出去。我企喺3號房入面，望住台面3籠凍咗嘅點心，一壺冇喐過嘅鐵觀音。覺得成件事好似一場夢，但係褲袋入面嗰枚銅錢，歐伊俾我嗰枚永昌通寶，實實在在割住我大皮，凍冰冰嘅，提醒我所有嘢都係真嘅。我離開陶陶居，行出第10苦路，天已經擦黑，記樓底下嘅燈一盞一盞着起嚟，白熾光打喺濕漉漉嘅石板上，反出慘白嘅光。街上面人仲多，收工嘅、買餸嘅、湊仔嘅，人來人往。同平時任何一個傍晚冇分別，但係我行喺人群入面，覺得成個世界都唔同咗。每一丈迎面行過嚟嘅面，我都忍唔住望多一眼。係咪佢？係咪嗰個人？係咪阿爸用10幾年嚟釣嘅嗰條魚？行到恩寧路口，我又見到嗰隻黑毛，佢蹲喺老榕樹下面，對眼綠盈盈嘅望住我。我停低腳步，同佢對望，毛忽然擘大嘴，打咗一個呵欠，露出入面粉紅色嘅牙肉同細細粒嘅尖牙，然後佢轉身慢悠悠行入樹洞入面，唔見咗。我企喺榕樹下面，晚風吹過嚟，涼浸浸嘅，帶住江邊嘅水汽。我摸出褲袋入面嗰枚銅錢，喺路燈下面翻來覆去咁睇，永昌通寶4個字，綠繡斑駁。呢枚銅錢背後究竟係一條點樣嘅人命？嗰個人又係點樣用呢啲銅錢收買一條又一條嘅命？我賺緊銅錢，望住恩寧路盡頭黑沉沉嘅天。今晚子時，石腳阿爸設咗10幾年嘅局，終於要收網啦。而我就係個網入面嗰條新換嘅餌。返到屋企，阿媽已經食完飯，
正喺天井度收衫，而我推門入嚟，佢頭望咗我一眼，問食咗未？留咗餸喺鑊度，把聲平淡，好似我淨係出去行咗一陣街咁。我冇答佢，行入廚房，揭開鑊盒，入面係一碟蒸魚同一碗菜心，仲有半碗白飯。我唔肚餓，但係都坐喺八仙台前面，夾咗兩箸菜入口，魚肉已經凍咗，帶住一陣腥氣，我嚼咗兩下就吞落去，完全唔係味道。亞瑪收完衫行入廳，坐喺我對面，望住我食，佢冇出聲，就係咁望住我，俾佢望到有啲唔自在，起頭做乜？佢猶豫咗一陣，話梁太個侄仔點樣？我停住筷子，望住佢。亞瑪塊面喺昏暗嘅燈光底下顯得好老，眼肚浮浮地，法令紋深深嘅，嘴角抿成一條線。佢問呢句嘢嘅時候，眼神有啲閃縮，好似唔係真係想知答案，而係想試探啲乜。亞瑪，我放下筷子，你識唔識梁炳文？亞瑪塊面僵咗一僵，嗰下僵得好快，幾乎睇唔出，但係我坐喺佢對面，清清楚楚睇到佢眼角嘅肌肉抽咗一下。佢手將額前碎發隆到耳後，話梁太個侄仔嘛，我點繪字？你以前見過佢？冇。佢答得好快，快到有啲唔自然。我望住佢，冇再追問。亞瑪由細到大都係咁，一緊張就攰摸耳仔，呢個習慣佢改唔到。啱啱佢攏頭髮嗰陣，手指公特登擦過耳垂，摸咗一下。佢講大話，我繼續食飯，夾多一箸菜心入口。着得好慢，亞瑪坐喺對面，冇走，亦冇再出聲，成個廳得返我咬菜心嘅嗦嗦聲，同埋掛鐘滴答滴答嘅響。個鐘係阿爸後生嗰陣買嘅，上海牌，行咗幾十年，一直冇配過。我望住個鐘，短針指到9，長鉗指到12，仲有3個鐘。亞瑪，我吞咗啖飯，起頭。阿爸走之前嗰排，係咪有人嚟過屋企？亞瑪嘅手縮咗一下。放喺膝頭，攢住褲布，冇啊，邊個攰嚟？一個姓歐嘅女人。亞媽成個人彈咗一下，好似俾鉗吉到。佢擘大眼望住我，嘴擘開又合埋，合埋又擘開，最後擠出一句：你驗咗歐醫？我點頭。亞媽嘅面色說一聲白咗，佢企起身，行到門口，將趟籠門拉埋，又行返嚟坐低，把聲壓到好低。佢同你講咗啲乜？講阿爸當年執到嗰封信，講封信入面嘅嘢，講嗰個人。我望住亞瑪，把聲好平靜。亞瑪，你知嘅係咪？你一直都知道阿爸做緊乜嘢？亞瑪嘅嘴唇喺度震，佢低頭望住自己雙手，嗰雙手做咗幾十年家務，粗糙起繭，關節腫大。佢將雙手翻來覆去咁睇，好似上面寫住答案。過咗好耐，佢先開口，把聲沙沙地：你阿爸，佢唔想拖你落水，佢叫我千祈唔好同你講。但係而家我已經知咗。亞瑪起頭，眼裏面有淚光，佢伸手抓住我手腕，抓得好緊，指甲都插入我肉度。敏敏，你聽亞瑪講，唔好再理呢件事。嗰個人好危險。你阿爸就係因為呢件事先至，佢講唔落去，眼淚終於跌咗出嚟。我由得佢揸住我手，冇縮。我等佢喊完，等佢收聲，先慢慢話。亞瑪，阿爸走之前嗰晚，同我講咗一句嘢。亞瑪頭望住我，佢話唔好去陶陶居。我話佢到最後一刻都仲想保住我，但係佢同時留低咗帳地圖，留低咗封信，留低咗成個局。佢知我一定會跟落去。亞瑪，阿爸設咗10幾年嘅局，唔係為咗俾我縮返屋企㗎。亞媽鬆開我手，成個人好似泄咗氣嘅皮球，縮喺椅度。佢擘大嘴唞氣，唞咗幾啖，忽然話：你今晚係咪要出去？我冇否認。亞媽閉起眼，淚痕仲掛喺面上面。佢由衫袋摸出一串鎖匙，喺上面解咗一條落嚟，遞俾我。係一條舊銅匙，又細又輕，齒位磨到幾乎平晒。呢條匙，亞瑪話係你阿爸留低嘅。佢話如果有一日你真係要去，就俾你呢條匙。佢話去到石腳，
唔好淨係睇水面，要睇水底。退潮嘅時候，石腳最底嗰級左邊第三條石縫有樣嘢。我接過銅匙，入手冰亮，匙身刻住一個陣字，係阿爸嘅字跡，用鉗一下一下刻落去嘅，不話粗粗細細，但係清清楚楚。阿爸仲有冇講其他？阿媽搖頭，佢淨係講咗咁多。佢話其他嘅嘢你要自己睇。我攢住條匙，望住阿媽，佢坐喺椅上面，背陀陀，頭耷耷，成個人老咗10年。我忽然覺得好心酸。20幾年來，阿媽一直同阿爸守住呢個秘密。佢哋兩個，一個設局，一個守門，一個釣魚，一個睇水。原來一直都係咁過，而我竟然從嚟唔知。阿媽，我把聲有啲硬，你唔勸我？阿媽起頭望住我，眼入面有淚，但係佢嘴角居然扯出咗一個笑，嗰個笑好淡，好薄，一吹就散，但係真係存在。勸你又點？你似捉你阿爸牛咁，勸唔聽㗎。佢伸手幫我整咗整衫領，去啦。記住你阿爸講嘅嘢，去到石腳睇水底。我企起身，行入房換衫。我換咗一件深色嘅衫，一條黑褲，一對橡膠底布鞋，方便行路。將銅剪同銅匙放埋一齊，用條工繩串起掛喺頸度，貼住心口。亮冰冰嘅阿爸封信，梁炳文將地圖疊好放入褲袋。出廳嘅時候，阿媽已經唔喺度。八仙台上面放住一壺熱茶同一件用油紙包住嘅糯米糍，仲有一支電筒。我拿起電筒試咗下，有電。將糯米糍放入另一個褲袋，推門出咗去。恩寧路嘅夜晚好靜，記樓下面嘅鋪頭幾乎全部閂晒閘，淨得街口間雜貨鋪仲亮住燈，門口掛住一串宮燈籠，喺夜縫入面搖來搖去。我經過雜貨鋪門口，入面嘅阿伯低頭睇緊報紙，冇頭望我。我繼續行到街口嗰棵老榕樹下面，梁炳文已經企喺度，佢換咗一身黑衫黑褲，同夜色融埋一齊，淨係得塊面同雙手露出嚟，白得有啲唔正常。佢見我過嚟，乜都冇講，只係點咗一下頭，轉身行。我跟住佢，兩個人一前一後，沿住記樓底下嘅暗影，一路往西行。夜風由珠江吹上嚟，亮滲滲嘅，帶住水腥味。頭頂嘅天冇月光，得幾粒星。疏疏落落，暗到幾乎睇唔見。我摸住心口嗰兩枚銅剪同銅匙，跟住梁炳文嘅腳步行入越來越黑嘅巷弄入面，前面就係石腳啦。越行越靜，離開恩寧路之後，沿住623路往西走，街燈越來越疏，隔好遠先有一盞光印昏黃黃，照到地下得一圈，圈外面就係濃得化唔開嘅黑。兩邊嘅記樓越發舊了，有啲鋪頭嘅檐板爛咗一半，露出入面黑嘅木樑。風一吹，殘破嘅布招飄嚟飄去，望落好似晾咗半世紀嘅裹屍布。梁炳文行喺前面，腳步唔快唔慢，每一步都踏得好實，橡膠鞋底踩喺濕漉漉嘅石板上，發出悶悶嘅聲響。我隔住2-3步跟住，一路行一路留意四周。呢一帶我細個來過，阿爸帶我去黃沙碼頭睇船。記憶中白天熱熱鬧鬧，船笛聲同搬運工嘅吆喝聲混埋一齊，幾時都係人聲鼎沸。但係夜晚嘅石腳完全係另一個世界，空氣入面嘅水氣越來越重，珠江嘅氣味越嚟越濃，鐵鏽、爛木、水藻，仲有淤泥發酵嗰種酸縮縮嘅味。我遠遠聽到水流嘅聲音，唔大，細細碎碎嘅，好似有乜嘢喺暗處輕輕着緊嘢。梁炳文喺一處巷口停低，側身貼住牆，我跟住停低，挨埋去。佢指一指巷口外面，前面豁然開朗，一片闊落落嘅江岸展露喺夜色入面。岸邊長滿雜草，有幾棵歪脖子柳樹垂落水邊，柳條黑沉沉嘅，好似一束束浸濕嘅頭髮。江面喺黑夜底下泛住暗沉沉嘅光，水流唔急，但係有一種黏稠嘅緩慢，好似成條珠江都喺度慢慢黏動。嗰度就係石腳。梁炳文把聲壓到好低，幾乎貼住我耳仔講：而家退潮，石級露出嚟啦，你睇。我順住佢手指方向望過去，岸邊果然有一排石砌嘅台階，一級一級伸落水，潮水退到好低，露出最底3-4級，石面上鋪滿青苔，黑綠黑綠，滑潺潺，最底嗰級半浸喺水入面，水波一趟一趟，
喺月光底下泛出油亮亮嘅光。你阿爸封信就藏喺最底級左邊第3條石縫。梁炳文話：你要自己去攞，我唔落得去。點解？佢低頭望咗眼自己雙腳，我跟着望過去，佢雙腳站喺岸上，但係落咗陰影嗰邊，半個影都冇。月光照落嚟，佢個身投射出嘅影唔完整，腳嘅部分淡到幾乎睇唔見。呢條江，佢話我浸過，水底下面有啲嘢認住我。我落水，佢哋佢知。我冇再問，深吸一口氣，沿住岸邊嘅斜坡慢慢行落去。草有半人高，刮過褲腳，沙沙響。腳下嘅泥好軟，踩落去冚半寸，鞋底沾滿爛泥。我行到石級最頂，企住望住下面浸喺水裏面嘅石階，潮水喺我腳邊輕輕拍打，每一下都帶起一陣淤泥味。我摸出頸上面掛住嘅銅匙，攢喺手心，落咗一級，石面滑到企唔穩。我扶住旁邊一塊突出嘅石角，慢慢再落一級，水已經浸到腳踭，涼意透過橡膠鞋底滲上嚟，凍到骨罅。我再落一級，水浸到小腿肚，最底嗰級石階喺我面前，左邊第3條縫。我蹲低身，將手伸落水，水底嘅石縫入面塞滿淤泥同碎貝殼。我手指插落去，摸到滑潺潺嘅泥。我喺泥入面索，摸到幾塊尖利嘅石碎，一指爛咗嘅螺殼，一節不知名嘅硬物。然後我指尖碰到一樣嘢，硬嘅、光滑嘅，邊緣整齊，似係一個盒。我將佢由淤泥入面抄出嚟，係一個鐵盒，唔大，同阿爸房入面嗰個差唔多，但係更舊，鏽蝕得更嚴重。盒上面原本應該有個鎖扣，已經食斷咗，得返半截。我托住個盒，由水底出水面，水由盒縫隙度瀝出嚟，滴滴答答。我用銅匙去叫盒，鏽死咗，叫唔開。我用力撳住盒身，再叫，咔嚓一聲，鏽蝕嘅絞位斷開，盒彈開，入面冇入水，用油布包住一疊東西，裹得密密實實。我拆開油布，入面係一封信，信封同阿爸房入面嗰個一模一樣，牛皮紙，冇郵票，上款寫住3個字：梁炳文。我捏住封信，忽然覺得背後有陣風，唔係江風，係一股又乾又熱嘅風，喺呢個濕漉漉嘅夜晚好突兀。我起頭，岸上面梁炳文企喺原處，但係佢嘅視線越過我，望住我身後江面嘅方向。佢塊面喺月光底下白到近乎透明，嘴抿成一條線。我順住佢嘅視線轉頭望過去，江面上遠處有一艘小艇，冇點燈，黑沉沉嘅一橛，靜靜浮喺水面，好似一直喺度，又好似啱啱先出現。艇上面企住一個人，離得太遠，睇唔清面。淨係現到一個影，瘦瘦嘅，着住深色衫，企喺艇頭，面朝我呢邊。我同嗰個影隔住一片黑沉沉嘅江水對望，風喺我哋之間吹過，吹皺水面，將月光打碎成一片一片白鱗。嗰個人冇喐，冇出聲，就係企喺度望住我，望住我手上面嗰封信。我後脊梁一陣發麻，盒入面有信，信入面有名單，名單上面有名字。嗰個人每年7月14都嚟呢度檢查封信仲喺唔喺度，但係今年封信喺我手上，我企喺水入面，腳凍到麻晒，手上面嘅鐵盒邊角落住掌心。我望住江面嗰艘艇，艇上面嗰個人，覺得成條珠江嘅水都喺度慢慢收窄，將我圍喺中間。梁炳文企喺岸上，冇喐，冇出聲，淨係望住我，望住我同嗰個人之間嗰一片水。水入面，我腳邊有乜嘢輕輕碰咗我一下，我低頭，水面黑沉沉嘅，乜都睇唔見，但係小腿肚上面清清楚楚有一陣涼意，好似有指手指由水底伸上嚟，喺我角畫上面輕輕劃咗一下，我成個人彈起，水花四濺，角下嘅石級滑到差點企唔穩。我一手扶住石壁，另一隻手攢住個鐵盒同封信，死命往岸上爬。水由褲腳滴滴答答流落嚟，鞋入面灌滿咗水，每行一步都吱吱響。我連滾帶爬上咗岸，跪喺草堆上面，回頭望住嗰片黑沉沉嘅水面，咩都冇，水面恢復咗平靜，月光碎成一片片浮喺上頭，隨住水波輕輕燙漾。剛才嗰下觸感清清楚楚，係有嘢由水底摸上嚟，輕輕劃過我角畫，唔係魚，唔係水草，係一隻手指，冰到入骨嘅，
又硬又滑嘅手指，你見到乜？梁炳文行埋嚟，蹲喺我身邊，把聲壓到好低。我擘大眼望住水面，胸口劇烈起伏，手入面嘅鐵盒同信封濕咗半截，我死死揸住，經一放手就潰沉返落水，水底有嘢。梁炳文冇出聲，望住江面，佢嘅面色喺月光底下更加白，眉頭皺起，額角條疤喺光影交界處顯得特別深。遠處嗰艘小艇仲浮喺水面，但係艇上面嗰個人唔見咗，艇身空蕩蕩，隨住水流輕輕打轉，好似從來都冇人企過上去。佢走咗。梁炳文話，但係佢睇到你攞咗封信。我頭望住嗰艘空艇，心入面又冷又亂。佢睇到我攞封信，佢知道我落過水，佢知我手上面有佢想要嘅嘢。由呢一刻開始，佢跟住我，佢等咗10幾年，終於等到封信浮面。佢點佢放手，快啲走。梁炳文企起身，伸手拉我，佢隻手涼冰冰嘅，捉住我手腕嘅時候，我又打咗個冷戰。我由佢扯起身，兩個人沿住泥路疾步行返去。我一路行一路回頭望，江面嗰艘小艇仲喺度，慢慢轉，慢慢轉，好似一隻冇眼嘅黑眼睛，望住我哋離開。行到623路，路燈又密反，光灑落嚟，我全身濕透，凍到嘴唇都紫晒。梁炳文喺路邊停低，由衫袋摸出一包煙，點着一支，深深吸咗一啖，煙霧喺昏黃嘅燈光下面散開。佢望住我，話：封信，睇下先。我由濕漉漉嘅褲袋摸出個鐵盒，盒已經叫爛咗。我擺開，入面郵報包住嘅信仲係乾嘅。我拆開郵報，抽出信封，手指有啲震。信封入面冇幾手指，我抽出來，第一頁係阿爸嘅字跡，同之前嗰封一樣，歪歪扭扭，但係更加潦草，好似寫好趕住收埋。梁炳文輕抬肩，見字如面。當年之事，累及多人，第日夜不安。今將所知之事盡錄於後，輕若得此信，望代遞了列此案。遞贈廣福79年冬月。後面跟住幾張紙，密密麻麻寫滿字，我睇落去，內容係一份名單，人名後面跟着日期、地點、死因，一行一行列得清清楚楚。我數咗一下，總共16個名字，日期由1972年到1979年，跨度7年，全部係男，全部死因係尿閉。地點遍布西關一帶嘅河涌、碼頭、水閘，最後一行寫住一個我熟悉嘅名，歐秀英，歐姨，佢個名喺名單最尾，日期係1979年7月14，地點石腳，死因旁邊寫住2個字，未遂。我捏住張紙，手指凍到發白。歐姨係最後一個脂粉客，但係佢冇死。阿爸當年執到封信，換過內容，將歐姨個名由名單上面抹走，換成另一個。阿爸換咗邊個？我翻下一頁，下一頁嘅字跡唔同咗，唔係阿爸嘅，係另一種筆跡，秀硬鋒利，每個字都像刀刻出來。入面寫住一段話，冇抬頭，冇落款。你阿爸換走嘅名係我。當年佢為咗保歐秀英，將封信入面嘅內容改晒，將我個名寫上去。佢以為咁樣可以騙過嗰個人，但係佢唔知。我根本唔怕俾人知我個名，我係故意俾佢寫上去嘅。我擘大眼反覆睇咗2遍，呢段話講得清清楚楚。阿爸當年換信，將歐姨個名換成另一個人，佢以為可以借此轉移嗰個人嘅視線，保歐姨一命。但係佢換上去嗰個名嘅主人根本唔驚，甚至係故意俾阿爸寫上去。呢個人係邊個？我繼續翻。最後一頁紙上面淨得一行字，細細細粒，擠喺右下角。你阿爸唔知，嗰個人就係我。我手一松，張紙跌喺地下。梁炳文彎腰撿起嚟，睇咗一眼，面色變咗。佢望住我，眼神入面有嘢喺度翻滾，好似一煲滾到嘅水，表面平靜，底下已經燒穿咗。你知道呢個係邊個？我問，把聲啞到連自己都聽唔出。梁炳文冇答。佢將張紙折好，收埋入衫袋，望住我，嘴唇一動咗幾下，最後吐出2個字：返去先。我哋沿住623路疾行，2個人都冇再出聲。我全身濕透，風吹過嚟凍到打戰，但係心入面嗰陣寒意比身外更加深。嗰個人就係寫信嗰個人，
佢一直喺度，一直等阿爸將封信換好，等阿爸將個名寫上去，等阿爸將封信藏好，等阿爸過身，等我來攞。由頭到尾，佢都冇被阿爸騙過，佢係自願俾阿爸寫上去嘅。佢要嘅從來都唔係嗰封信，而係我企喺恩寧路街口，望住遠處自間屋企門口嗰盞昏黃嘅燈，覺得每一步都係踩喺一個鋪好咗10幾年嘅陷阱上面。阿爸以為自己設咗個局，原嚟佢自己先係局入面嗰粒棋。而家輪到我了，我停低腳步，轉身望住梁炳文，佢企喺路燈底下，半帳面亮半帳面暗，個影喺地下縮成短短一截，殘缺不全。我望住佢，把聲好輕：你究竟係邊個？梁炳文望住我，望咗好耐，然後佢起手，由頸入面扯出一條弓繩，繩頭掛住一枚銅剪，佢將銅剪遞到我面前。路燈底下，銅剪上面4個字清清楚楚，綠繡斑駁，同我頸上面嗰枚一模一樣。永昌通寶，我係第17個。佢話路燈底下，佢手中嗰枚銅剪泛住暗綠嘅光，同我頸上面掛住嗰枚一模一樣。永昌通寶4個字，鏽跡斑斑，連銅剪邊緣磨損嘅程度都差唔多。我企喺原度，成個人好似俾人由頭頂淋咗一桶凍水落嚟。第17個名單上面有16個名，全部係死咗嘅脂粉客。梁炳文話佢係第17個，即係話佢都係其中之一，但係佢冇死。我把聲乾到好似沙子磨過，你都係脂粉客。梁炳文將銅剪收返入衫領，紅繩垂落心口，佢伸手按咗一下，好似按實一道舊傷。我唔係脂粉客。佢話我係俾人扮成脂粉客嘅第17個目標，嗰個人要殺我，但係冇殺得成。我浸咗落珠江，俾歐伊救返。你阿爸封信入面寫嘅第17個名，原本係我腦入面飛轉，名單16個，全部死晒。第17個人梁炳文差啲死，俾歐伊救返。歐伊係最後一個脂粉客，但係佢自己都係目標之一。阿爸換信，將歐伊個名換成梁炳文，佢以為可以保歐伊，點知換上去嘅梁炳文，原來就係嗰個寫信嘅人，用嗰種銹硬鋒利嘅筆跡寫，嗰個人就係我嗰個。你話你係寫信嗰個？我把聲壓到好低，即係話你一直都知阿爸換咗信，你一直都知封信藏喺石腳，你一直都知嗰個人每年7月14去檢查封信，你等咗咁多年，就係等我嚟攞呢封信。梁炳文望住我，眼神入面嗰種深沉嘅情緒又浮上嚟，佢冇直接答，轉身行入恩寧路街口，喺路榕樹下面停低，我跟住行過去。兩個人企喺樹影底下，頭頂嘅榕樹衰垂落嚟，一條一條喺夜縫入面輕輕搖。你阿爸換信嗰陣，梁炳文開口，把聲好慢，好似每個字都稱過，而用我個名寫上去，就可以轉移嗰個人嘅視線。佢唔知我本身就係嗰個人要揾嘅人。我當年喺珠江邊俾人推落水，就係因為我知得太多。歐伊救返我之後，我明咗一件事。嗰個人唔會放過任何一個掂過封信嘅人。你阿爸掂過，歐伊掂過，我掂過，我哋3個都喺佢賬名單上面。但係你哋3個都仲在生。我話因為歐伊救咗我救咗你阿爸，你阿爸救咗歐伊。梁炳文話我哋3個係一個環。你阿爸換信藏信，歐伊喺暗中睇水。我喺外面等人，我哋互相保住對方，保咗10幾年。而家你阿爸走咗，個環斷咗一截。我摸住心口嗰2枚銅剪同銅匙，冰亮嘅金燭貼住皮膚，落得我胸口發痛。所以你就嚟揾我，你要我接阿爸個位。梁炳文冇否認，佢由褲袋摸出煙盒，又抽出一支，點着，吸咗一啖，煙霧喺夜縫入面散得好快。幾乎一離嘴就冇咗。你阿爸最後嗰幾個月已經知自己時日無多，佢託人帶口信俾我，話我個女佢接住，佢話你雖然表面懶懶散散，但係心入面硬淨，遇事唔潰縮。我喉嚨發緊，阿爸從嚟冇當面讚過我，佢成日話我大唔透冇厘正經，原來佢背住我，
同人講過呢啲話，佢仲講咗乜？梁炳文吸完支煙，將煙蒂撳熄喺榕樹根上面，起頭望住我。佢話：如果有一日我個女揾到你，你將所有嘢話俾佢知，然後由佢自己揀。我望住梁炳文，又望住手上面個鐵盒，封信仲喺入面，濕咗半截，但係字跡清晰。我抽出最後一頁，借住路燈嘅光再睇一次嗰行字。你阿爸唔知，嗰個人就係我。呢句話係梁炳文寫嘅，佢承認自己就係嗰個人，但係佢同時又係第17個目標。佢到底係獵人，定係獵物，定係兩個都係？你寫呢句粵話，我問，係想話我知，你就係阿爸一直經嘅嗰個人？梁炳文望住我，好耐冇出聲。夜鳳將榕樹雖吹得沙沙響，遠處傳來一兩隻野貓嘅叫春聲，淒淒賴賴嘅喺空巷入面蕩嚟蕩去。佢終於開口，把聲好低。我寫呢句粵話，係想話你知，你阿爸經嘅嗰個人已經唔存在啦。佢當年將我推落水嗰陣，我就已經死咗一次。而家企喺你面前嘅梁炳文，係歐依舊返嚟嘅另一個梁炳文。我寫呢句嘢，係想引你嚟揾我，因為我要親手將嗰個人嘅事了結咗佢。嗰個人，我問，究竟係邊個？梁炳文望住我，月光穿過榕樹嘅葉罅，喺佢塊面上面投下斑駁嘅光影。佢嘅嘴唇動咗動，吐出3個字：你阿媽。我成個人僵咗，好似有把冰錐由天靈合直插落腳板底，凍到我連唞氣都停咗。路燈底下，梁炳文塊面白到透明，對眼黑沉沉嘅望住我，等緊我反應。我把聲細到幾乎聽唔見。你講乜？你阿媽？梁炳文仲浮一次。何月蘭，就係當年將我推落珠江嘅人，就係寫嗰批信、設嗰個局、殺嗰16個人嘅人。你阿媽就係嗰個人。我企喺榕樹底下，覺得成個世界天旋地轉。我諗起阿媽今晚坐喺八仙台對面，同我講你阿爸唔想拖你落水，眼淚流滿面。我諗起佢由3袋摸出嗰條銅匙俾我，話去到石腳睇水底。我諗起阿爸封信入面寫千祈唔好信任何人，包括梁生，但係佢從來冇寫唔好信你阿媽，因為阿爸自己都唔敢寫。我起頭望住恩寧路盡頭，屋企門口嗰盞燈仲亮住，昏昏黃黃，隔住半條街，望落去暖融融嘅。阿媽應該仲未瞓，佢坐喺廳度等緊我返去。我等咗28年嘅阿媽，日日煲湯煮飯俾我食嘅阿媽，原來就係阿爸用10幾年嚟釣嘅嗰條魚。我企喺榕樹底下，手上面個鐵盒嘅邊角落住我掌心，生痛。梁炳文企喺我對面，月光將佢半邊面照亮，另外半邊沉喺黑暗入面。佢頸上面嗰枚銅剪喺夜色入面泛住暗綠嘅光，同我頸上面嗰枚遙遙相對。永昌通寶，16個死人，1個未遂，1個重生。而家輪到我了。我企喺榕樹底下，腦入面擁到好似有1000隻蜜蜂喺度打轉。阿媽、何月蘭、玉鍋艇仔粥，日日煲湯，催我相睇，喊住叫我唔好理呢件事嘅阿媽，佢係嗰個人，佢係殺咗16個人嘅兇手。你講大話。我把聲出奇地平靜，平靜到連自己都覺得意外。梁炳文望住我，眼神入面冇閃縮，冇回避，淨係一種好深好沉嘅疲憊。你阿媽後生嗰陣唔係而家咁嘅。佢話，你驗過你阿媽18歲嗰張相未？我冇出聲。阿媽嘅相我驗過，有一張黑白相，收喺衣舉頂嘅鐵盒入面。相入面嘅後生女着住一件碎花衫，企喺珠江邊，笑得好燦爛。我細個嗰陣問過阿媽係邊度影嘅，阿媽話係同阿爸拍拖嗰陣影嘅，唔記得啦。你阿媽18歲嗰年，梁炳文話係西關一帶出名嘅艇妹，即係喺花艇上面賣唱陪客嘅女仔。嗰陣時嘅西關珠江上面有好多花艇，入夜之後燈火通明，成條江都係歌聲同琵琶聲。你阿媽生得正，把聲又好聽，好多人專登包艇去聽佢唱。我從來唔知阿媽做過呢行，佢淨係同我講過後生嗰陣喺江邊浴鍋艇仔粥，從來冇提過肉唱。嗰批脂粉客
梁炳文繼續講，就係當年包艇聽你亞馬唱曲嘅客，佢哋有頭有面，有商人，有官運，有鬥書人，個個都係西關嘅體面人家。佢哋包艇唔淨係聽曲嘅，我為入面一陣翻滾，我明佢講緊乜。你阿媽17歲俾人賣上花艇，唱咗3年，嗰3年入面，佢俾唔少人糟蹋過。你阿爸嗰陣喺碼頭做搬運，成日幫花艇搬貨，識咗你阿媽。佢想幫你阿媽贖身，但係冇錢。後來你阿媽自己儲夠銀兩，脫咗籍，嫁咗俾你阿爸。但係嗰3年嘅嘢，佢一直放唔低。梁炳文停咗一停，摸出第3支煙點着，煙霧喺夜縫入面散開。1972年開始，西關陸續有男人浸死，死法一模一樣，都係俾人掟落水，面上面搽咗脂粉，嘴入面塞住銀錠。官府查唔到，街坊話係水鬼索命。但係你阿爸慢慢發現，浸死嘅人全部都係當年包過你亞馬艇嘅客。我後背嘅汗毛全部豎咗起嚟，16個男人，全部死喺同一個人手上。我阿媽一個日日企喺灶台前面炒餸，而我返屋企就問我餓唔餓嘅普通師奶，用咗7年時間，一個一個將當年糟蹋過佢嘅男人掟落珠江。你阿爸發現嘅時候，已經死咗7個。梁炳文話，佢勸你阿媽收手，你阿媽唔肯。佢話嗰啲男人毀咗佢一生，佢要佢哋填命。你阿爸冇辦法，只好幫佢收尾，將每個死者身上嘅銅錢收起嚟，將現場嘅脂粉抹乾淨，將銀錠沉落江底。佢做咗你阿媽嘅共犯。我個身喺度震，我企喺榕樹底下，雙手攢住個鐵盒，指節白到透明。我諗起阿爸最後嗰幾個月，成日坐喺門口發呆，望住街口，望住阿媽出入嘅方向。佢望嘅唔係街，係阿媽。佢驚阿媽有一日佢俾人發現，驚自己保唔住佢，驚呢個守咗10幾年嘅秘密佢喺佢走咗之後爆出嚟。封信，我把聲好乾，係阿爸寫嘅？定係阿媽？封信係你阿媽寫嘅。梁炳文話，但係唔係殺人名單。封信入面原本寫嘅係你阿媽點樣被賣上花艇，點樣俾嗰16個人糟蹋，點樣忍辱負重鋤剪脫籍嘅全部經過。佢寫封信係想留一個記錄。佢話若果有一日佢死咗，至少有人知佢經歷過乜嘢。但係你阿爸經封信落咗官府手上，佢害死你阿媽，所以佢換咗內容，將嗰封信變成一份脂粉客名單，用嚟迷惑官府同街坊。佢以為咁樣可以保住你阿媽。我捏住個鐵盒，入面嘅信紙濕咗又乾，皺巴巴嘅。我抽出嚟重新睇嗰份名單，16個名，原來唔係殺人名單，係受害者名單。阿爸將阿媽嘅控訴信改成咗一份死人名單。佢用呢種方式將真相藏起嚟，又留低線索，等有朝一日有人去揭開。你阿爸臨走之前，梁炳文把聲低到幾乎聽唔見，託人帶口信俾我。佢話封信入面寫嘅嘢係我老婆一生嘅血淚，我唔想佢帶住呢個秘密入棺材。若果有一日我個女夠大個，夠硬淨，你帶佢去石腳攞封信，然後由佢自己決定要唔要俾佢阿媽一個清白。我企喺榕樹底下，眼淚無聲無息流落嚟。阿爸，佢用咗10幾年時間守住阿媽嘅秘密，保住阿媽條命，佢到死都唔忍心揭發阿媽，但係又唔想阿媽背住呢個秘密入土，所以佢將個決定權交俾我。佢個成日扮邋遢，相體搞破壞，好似乜都唔上心嘅女。我起頭望住恩寧路盡頭屋企門口嗰盞燈，燈仲亮住，黃澄澄嘅，喺夜縫入面輕輕晃。阿媽仲喺度等我，佢等我返去，等我講俾佢知今晚發生咗乜嘢，等我話俾佢知，我知咗所有嘢。我抹咗把面，將個鐵盒同封信收好，塞入褲袋，頭望住梁炳文。你今晚同我講嘅所有嘢，我把聲仲有少少震，但係已經穩返好多，係唔係全部真嘅？梁炳文望住我，點下頭。
我可以對住珠江發誓，今晚同你講嘅每一個字都係真嘅。你等咗咁多年，我問，就係等我今晚聽完呢個故事之後，返去問我阿媽？梁炳文搖頭，我等你咁多年，係等你聽完呢個故事之後，自己揀。你要俾你阿媽一個清白，定係要佢繼續背住呢個秘密，由得佢帶埋入棺材？呢個係你嘅選擇。我企喺榕樹底下，望住遠處屋企門口嗰盞燈，風由江邊吹上嚟，涼浸浸嘅，吹乾咗我面上嘅淚痕。我腳一步兩步行出榕樹影，行入恩寧路嘅路燈底下。梁炳文冇跟過嚟，佢企喺樹影入面，望住我嘅背影。我行返屋企，門口盞燈近咗又近咗，我摸到衫袋入面個鐵盒，摸到頸上面嗰枚銅剪同銅匙，摸到阿爸封信折角落住手指。我行到門口，伸手推趟龍門，門冇閂，一推就開。廳入面，阿媽坐喺八仙台旁邊，面前放住兩杯茶，一杯佢自己嘅，一杯對面嘅。佢起頭望住我，面色好平靜，眼裏面有啲紅，但係冇淚。佢望住我濕咗半截嘅褲腳，望住我揸住鐵盒嘅手，望住我頸上面露出嘅紅繩。佢乜都冇問，淨係將對面杯茶推前咗半寸。坐低先，佢話，飲杯茶。我坐低，八仙台上面兩杯茶，一杯黃澄澄，一杯淡綠色，都係鐵觀音，沖好有一陣了。茶燙表面浮着一層薄薄的金色油光，已經亮透。我端起面前那杯，捧在手裏，指尖貼在白瓷杯壁上，涼意透過瓷壁滲進指腹，但我沒放手。阿媽坐在對面，雙手交疊擱在桌面上，指尖微微泛白。她沒有看我手裏的鐵盒，也沒有看我頸上露出的紅繩，只是望着我臉上乾涸的淚痕。廳裏很靜，掛鐘滴答滴答地走着。廚房裏灶台上的水壺嘴冒着極細的白氣，嘶嘶響，像一條蛇在暗處吐信子。你揾到嗰封信了？阿媽開口，不是問句。我點了點頭，把鐵盒放在桌面上，沒有打開。由布包着的信封露出一橛，邊角捲着，紫色琺黃。阿媽的目光落在那上面，停了好久。她伸出手，指尖碰了碰信封的邊角，很輕，像怕燙傷一樣，然後縮了回去。你阿爸？他開口，聲音有些啞。你阿爸走之前同你講過乜嘢？佢話唔好去陶陶居。阿媽嘴角動了動，像想笑，又沒笑出來。佢到死都仲想保住你。佢知梁炳文佢約你去嗰度，佢想攔住你，但係又知攔唔住。他垂下眼，你阿爸就係咁，一輩子都係咁。明明冇辦法，都要試一試。我望着他，燈光底下，阿媽的臉比平時老了很多，眼袋浮腫，嘴角的髮令紋深深陷進去，像兩條乾涸的河床。我看了他28年，從來沒有這樣仔細地看過他的皺紋，他眼角的細紋，他手指上墊着的創可貼，那是今天下午切菜時割傷的，血流了不少。他用冷水沖了沖，隨手貼了塊膠布，繼續做飯。阿媽，我把聲音放得很輕，怕一下太重，佢經散雜麼？你後生嗰陣係咪做過花艇？阿媽的手指蜷縮了一下，她低頭看着自己雙手，指腹粗麗，指甲剪得短短的，手背上有燙傷的舊疤，切菜的刀痕，洗衫洗出來的裂口。她看了很久，然後慢慢地點了一下頭。17歲。他說：你阿婆死得早，你阿公將你3個阿姨同我育咗上花艇。我最小，育得最貴。他說得很平淡，像在講別人的事。我唱咗3年，廚咗3年，先廚夠剪熟自己出來。嗰3年入面，經我手嘅客唔止16個。他停住，端起面前那杯涼茶，喝了一口，放下，指尖在杯緣上慢慢打圈。嗰16個係最節揮嗰啲，有啲醉咗佢打人，有啲佢掹我頭髮掹到出血，有啲他讀了一下，有啲佢綁住我手腳，成晚唔俾我喐。我第2日返到艇上面，成身傷到着唔到衫。我坐在對面，手心裏那杯茶已經徹底涼了，但我船是捧着，像是要從中吸取一點溫度。阿媽講這些話的時候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，眼睛平視着桌面，
聲音平平淡淡的，像在念一份菜譜。但我看到他擱在桌面的那隻手，指尖在杯緣上打圈的動作越來越快，越來越用力，杯緣被指甲刮出細微的吱吱聲。你阿爸識我嗰陣，我已經退咗席。阿媽繼續閱，佢唔嫌我做過花艇，唔嫌我一身邋遢嘢，佢淨係同我講咗一句：以後你唔使再驚。他的聲音終於有了一點波動，尾音微微發顫。佢真係做到。嫁俾佢之後，我再冇經過。但係嗰16個人，佢哋仲在生，仲行街食飯，仲有頭有面。我每次出街見到佢哋，就覺得成個身都仲俾人掹住。我同你阿爸講，我放唔低，所以我沒有把話說完。阿媽起頭看着我，眼睛裏終於有了一些東西，不是淚，是另一種更深更沉的，像燒了很久的餘燼一樣的東西。我殺佢哋嘅時候，每一個都問過。我問佢哋記唔記得當年點對我，佢哋冇一個人記得。他的聲音很輕很輕，像自言自語。佢哋害過邊個，自己都唔記得，但我記得，每一晚都記得。聽你又靜了下來，掛鐘滴答，水壺絲絲。我握着那杯涼透的茶，感受着掌心那一點冰涼的觸感。阿媽坐在對面，像一個剛剛把背了很多年的擔子卸下來的人，肩膀微微塌着，整個人縮在椅子裏，看着比平時矮了一截。你阿爸知我做咗啲乜之後，他繼續閱，冇鬧我，冇報官，佢淨係幫我去善後，收銅剪、抹脂粉、尋銀錠。佢話你唔做都做咗啦，我幫你收尾。然後佢就用10幾年時間將我寫嗰封信換咗內容，藏起嚟，又佈一個局，等有一日如果有人查起嚟，可以有個交代。他起頭望着我，眼神終於泛出淚光。佢做所有嘢都係為咗保我，包括揾梁炳文，包括留低封信俾你，包括最後叫你去石腳。佢到死都唔想我坐監，但又唔想我成世背住呢個秘密。我放下手中的茶杯，杯底冚在桌面上，發出輕輕一聲脆響。阿媽，我閱，你後唔後悔？阿媽望着我，眼淚終於從眼角滑下來，順着臉頰的皺紋淌到下巴，滴在桌面上，因開一小團深色的濕痕。他沒有伸手去擦，後悔咩？他閱，後悔殺咗嗰16個人，定係後悔連累你阿爸？兩者都係。阿媽沉默了很久，掛鐘滴答滴答走着，水壺絲絲的聲音越嚟越弱，水快要燒乾了。他終於開口，聲音沙到幾乎辨不出來。殺佢哋，我唔後悔，佢哋抵死，但係連累你阿爸，我後悔到而家。他起手，隔着桌面伸過來，掌心朝上，等我。我望着那隻手，粗糙的，滿是裂口的手，指甲剪得短短的，指腹上旋有早上初陳皮留下的褐色碎石。我伸手握住了他的手很亮，指尖微微發抖，但握得很緊，像我小時候過馬路時他牽着我的手一樣緊。敏敏，他閱，你知咗所有嘢之後，打算點做？我握着他的手，感覺到他掌心的粗糙和冰涼的體溫。桌面上那封信旋露着半截，阿爸的字，阿媽的過往，16個男人的名字，17枚銅剪，半截影子的梁炳文，珠江底下的鐵盒，全部壓在這一丈八仙台上，壓在我和阿媽交握的雙手之間。我吸了一口氣，閱，阿媽，你講俾我聽，全部，由頭到尾。阿媽望住我，淚痕掛在臉上，嘴角卻慢慢扯出一個極淡極淡的笑。她鬆開我的手，端起那杯涼透的茶，一飲而盡，然後把杯子放回桌面，雙手擱在膝上，坐直了身子。好，她閱，我講俾你聽。阿媽講完之後，天已經蒙蒙光了，廚房水壺裏最後一點水也燒乾了，壺底泛起一圈焦黃。她坐了一整夜，背駝下去，像一棵被風打彎的老樹。我鬆開她的手，起身走進廚房，擰開水龍頭接了一壺新水，放回灶上重新燒。水開的時候，我聽見門口燙籠被推開的聲音，是梁炳文。他站在門外，晨曦從他背後照進嚟，
將他那半截影子拉得長長地貼在地上。他望着廳裡的亞瑪，又望着我，沒有進來，只是站在門檻外面。我端起剛燒開的水，走進廳裡，給亞瑪續了一杯熱茶。白瓷杯裡熱水沖開茶葉，黃澄澄的茶燙在晨光裡冒着白氣。亞瑪捧起杯子，暖着手，低頭啜了一小口。梁生，亞瑪沒有抬頭，只對杯口悅話：你同敏敏講嘅嘢都係真嘅。我認。你叫差人來啦。梁炳文站在門檻上，神鳳撩起他中山裝的下擺，他望着亞瑪，又望了望我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後越何月蘭，你知唔知我當年俾人推落水之後，歐姨救起我時講咗一句乜嘢？亞瑪起頭，梁炳文越，佢話你以為殺晒佢哋就解脫？真正嘅解脫係個心放得低。他退後半步，身子側了側，將門口讓開，晨光照進嚟，洗在八仙台上。照義那杯熱茶白氣裊裊，照義亞瑪手背上那些陣年的舊疤，照義我頸上那枚永昌通寶。綠繡在日光底下泛出一種沉沉的墨綠。我拿起那枚銅剪，解下紅繩，走到門口，遞給梁炳文。你講得啱，呢啲銅剪每一枚都係一條人命。但係背住佢哋過一世嘅，唔淨係我亞瑪一個。我把銅剪放進他掌心，你要嘅真相，我俾咗你；你要嘅公道，我亞瑪自己賄去承擔。至於呢啲銅剪，你係第17個，你自己揸主意。梁炳文低頭看着掌心裏那枚銅剪，翻來覆去轉了2圈，然後攢緊拳頭，轉身行出門口。他的半截影子在晨光裏碎成一片薄薄的灰，很快消失在記樓底下。我回到廳裏，坐到亞瑪對面，他旋在喝那杯茶，一口一口，很慢很慢，掛鐘滴答滴答走着。窗外恩寧路傳嚟小販賣菜的吆喝聲，新的一天開始了。亞瑪，我越，飲完杯茶，我陪你去派出所。亞瑪起頭，晨光正好打在他臉上，他眯了一下眼，然後笑了。那個笑容很輕很淡，但完完整整的，像許多年前那張黑白照片裏的後生女一樣好。他越榕樹下的黑茅蹲在門燈旁，舔了舔爪子，慢悠悠地走了。